恭迎到登来！哇！阿母啊！这个幸福礼呢，我是要为阮大家来准备的。我大概起嚟看伊安尼压伫头壳安尼笑，我感觉哦，我食唔甘，所以我想讲赢一个迄电扫帚。哇！这团队谢谢大仙哥。你用老婆从来捌成功过呢，那你先创啥？哦，无代无志咧参加什么比赛，哎呦，我咧直直练，要叫要登去啊啦！我电脑就靠你啊！冲啊！哎呀，我个比赛。是啊，可是这音乐，这是我可能的。